法，一份挑戰第82日。有咁咪俾人翻得咯，今日我謝謝啦，可以我今日係翻得啦。今日我嘅目標都係翻大啦。我咁樣係食嘢，可以飲嘢，可以同你玩，我可以又同媽咪玩，又冇玩到好，我好感恩，我好開心，好有趣，好健康，好大聲，好叫呢個，好感謝阿仔陪我拍片，好感謝阿仔一路成長，越嚟越大隻，但係都中意細隻。我隻手好搞笑，感謝老公，好感謝我隻手好長，係咯，我一齊嘅。好感謝我媽媽好健康，好感謝我個老師同學生都活潑，咁樣魔法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活潑。我中意大家先咁留言啦，拜拜。我係傻逼春明，啊，傻仔春明。